圣诞节来了，为什么有代降节？我们期待透过这个主题一起分享神按我们所做的预备。我们现在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每一年到这个节期，我们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的降生。许多的庆典的筹备、圣歌队的练诗、各种活动、福音活动、圣诞茶会，还有报佳音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我们在迎接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从话里面得着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得着属灵的装备跟力量。愿神在我们当中运行，赐下你的恩典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拯救应许，世人蒙恩。拯救应许这两个字很重要，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不是一个可能或是希望或是期待，而是一个确切的应许，而且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他已经为我们实现了。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一个主的拯救应许里面最大的一个确信。那这个应许跟谁有关？是跟接受主救恩的应许的人，他必蒙恩。但是世人不只是包括我们这个已经认识主的人，而是我们要把这个救恩的应许，这个蒙恩传给更多的人，让他知道你是蒙恩的百姓，你要得救恩的。这个恩不是我只一个人独自领受，我们是要家人、我们的亲友以及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同事。所以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的时候，将这个信息其实是做一种自我的检验，或是再一次的自我的提醒。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从刚刚读了两段经文来再一次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确认。第一个，上帝的拯救应许，它不是一个空头支票，或是一个宣告性的一个标语，而是他的承诺跟履行。所以我们看圣经最伟大的，或是最让人家惊奇的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以及宣告，然后后来都一一的实现了。这本圣经不是一个故事书、远古的书，而是一直在更新所有信主的人他的生命，因为他每一句话都仍然在运行当中，仍然在实现当中。就跟当我们读的弥迦书5章2节这段经文说，上主说，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你是一个小城，但是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个统治者，他的家系可追溯到亘古。在这边有两个凸显的主题，第一个是在一个微小的不是那么的凸显的一个小城，有一位统治者要出现，而且他这样的表达不是突然间偶尔发生的，或突然间想到的急就章的，而是说他的家系可以追溯到亘古。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长久的规划，从神而来的一个计划跟施行。当然我们也知道，从人的角度，几千年或是更久的先知的预言多么久啊，我们一代过一代，老早就忘掉了。但是你记得圣经里面说，神在他的日子是1000年，就像昨天。神的安排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既然如此，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有这两点。一个，伯利恒以法他，其实它是名称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地区，它是地方的称呼，微小之地，
它是大卫的故乡，也是耶稣的出生地。所以，他这个微小，会面对到一般的人的英雄的想象，认为是哇，要在皇宫里面，要在一个很大很富有的地区。但是神的降生是卑微的，他的道成肉身是在一个简单朴素的地方，印证了耶稣的降生。所以它是充满了非常非常丰盛的意义。第二个是，他说他的家系可以追溯到亘古，所以换句话说是永世的应许跟承诺。第二个，世人蒙恩的记号，是因为神承诺跟履行。第一个，这个承诺跟履行是带来了改变。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天国的好消息被传开，属天的神迹就不断在这地上发生。这个凡信靠主、接受主为救主的，他的故事、他的见证、他的神迹、他的奇事，一直延续到现在。哥林多后书1章18到19节有这样的回应，他说：“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我的诺言并不是是而又非。”换句话说，这个诺言好像这个当爸爸的回应小孩子，在鲁书好了，下一次带你去看电影了，下次去看你到游乐园了，下次带你去吃一餐了，讲一讲他自己都忘掉了。保罗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诺言不是随便轻易的草率的。他说：“因为我和希拉、提摩太所传给你们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位是而又非的，像我的上帝就是是。”保罗还特别提到提摩太跟希拉。换句话说，我们众人都同样在印证这件上帝是是的，是 yes， 是没有其他的答案的，他是确定要实施的。所以将这个福音给所接受的哥林多教会，你像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是对初信的人是多大的祝福。好，第二个是蒙恩的记号，在1章20节，还有保罗在21到20节做了一个确信的宣告，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20节说，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是是，因此我们接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阿们的意思是，我诚心领受了，我心所愿了，但是这个事是给我这样的信心，说阿们。基督徒常常说阿们，好像是一个口头语，对不对？哈利路亚口头语，其实它是带有力量的，带有权柄的，带有应许的，带有神迹的，所以要让你的确信得到一个属灵的应允。那保罗说，这个应许是这样子：上帝是我们阿们。然后保罗这样子宣告说，上帝向你我保证，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这群说阿们的人分别了出来。而且保罗用这样的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笃定跟确信。他说，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他的印记。身上有什么印记呢？不是那种外表的标章印记现在的人呢，有时候去游乐园玩要玩很久，他就盖你一个章盖一个章说你可以再进场你不小心洗掉了，那麻烦要再重新盖一下。他说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刺青，表达他的一个自己的心境领受。那这个都是外在的、表面的。当然也有我们看到很多民族他们会用很奇特的印记，像印度他们会在额头上做一个红色的印记那个修道的所谓的法师，他们会用戒疤，反正什么样的印记都有。犹太人用割礼来印记，但请记得保罗给我们讲的是新约耶稣基督救恩的印记，不是外表的印记。他说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担保。有圣灵一个活活的带有能力的
带有祝福的、带有改变力量的、带有应许的承诺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印记。换句话说，当你心中软弱的时候，当你迷失了，当你移转了，可能那个印记就浅了，或是消失了。所以这个印记是活的，是在连接了你的信仰，连接你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见，在这个代降节，借由上帝的独生耶稣基督在世上给我们的应许承诺，那我们怎么在代降节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去确认我们的信仰，确认我们对主耶稣降生、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记号。代降节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圣餐桌有摆了一个圣诞环，上面在完整的时候又有5支蜡烛，那现在只点了2支，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今天是代降节的第2主日，第2主日这样子。那代降节其实如果按照教会历，我们说现在有什么西元的历，西方现代这个我们的那个国历还有农历都有不同的历法，所以我们会想说，我们过农历春节了，已经是这个现代历的1、2月份了，我们都很习惯去适应农历跟那个现代历。那其实基督教的历法，它是从代降节开始。换句话说，一年的开始不是1月1号，而是我们的代降节那一天，算是新的一年。换句话说，节期是从代降节开始算。你们注意看周报我们在封面当中封底里面会讲教会历，那就是代降节第2主日这样。所以算是基督徒已经迎接新年了，因为主耶稣降来临了所以这个代降 Advent 是拉丁文字来临的意思，来临了，是等待耶稣基督的再临。那这个意思就2种一方面是纪念他曾经降临，就是出生来到世上；第二是我们还在期待他第2次的降临。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严格来说，代降节应该是叫代降节期啦，因为它是一串的日子，4个礼拜所以前4个礼拜一般说我们就是大部分都是在11月底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平常教会很习惯，就是过了感恩节我们习惯做的感恩节，西方的感恩节过来就是这一个代降节开始，那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的节期达到高潮。那就有年轻人会不了解说，牧师我们圣诞节都已经知道了，12月25号那天就是我们的圣诞节为什么要期待代降？又不是不知道会不会来明明已经来了，而且已经纪念2000年了。那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已经发生的事，我们是属于后面世代的，对不对？耶稣降生后的世代那用什么方法来纪念这个代降呢？有一点矛盾，对不对？那其实它意义是很丰富的，因为这4个主日，我们借由圣餐桌上的代降环有绿叶或是松树我们在这边松叶，然后编织一个环，插上5支蜡烛，它是代表不同的记号。或者说，有的教会会在这个代降节每一个主题做一个教导，或者是灵修的资料啦，或是在讲道上分享啦有的是在上那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一起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总之，它给我们不同的一个领受，就是第1个主日，它点第1支蜡烛代表期待跟希望，第2支蜡烛代表准备跟信心，第3支蜡烛是宣告跟喜乐，第4支蜡烛是启示跟忍耐，就是第4个主日。那我们现在教会为了时间上的方便其实我们以前一段时间我们25号没有休假，所以那一天要纪念要庆祝比较不方便，所以直接在第4个主日也把第5支蜡烛，就是代表主耶稣降生的蜡烛点了起来。那就代表什么？一支一支
一支为亮，再来增加一点，增加一点，到第五支全亮了，表示说神的恩典的光逐渐降临到完全，五支都全光了，全亮光了，就是这个完全的意思。好，这个很多的家庭甚至都自己在预备，好，很多家庭现在很多现代的电子设备很方便，不用点的哈，直接把电打开就很拟真的蜡烛就出来了。那这些蜡烛都是不同的设计可以发现很多设计者的创意哈，设计者的创意，无论是长的尖的或是圆的都可以哈。弟兄姐妹，那这些庆祝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或是基督教会的节期这三个是最主要的。我们大概是三大节哈：代降节、复活节，还有圣灵降临节。那复活节跟圣灵降临节连得比较近，因为主耶稣来复活，然后圣灵来临，就是那个固定的时段。但是这三个时段其实是基督徒最需要做营造信仰跟生活的内涵的这个时段。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特别我们台湾因为比较不属于基督教化的国家平常我们在社会上没有这种感觉。现代反倒是圣诞节被外面的厂商生意人弄得那个非常的火热很活跃。现在台湾有很多什么圣诞城圣诞装饰比教会还认真庆祝，因为那个圣诞节有商机有商机，特别有的地方还故意加上一些雪花，让你感觉是圣诞来临了不过南半球的人就感觉很奇怪你怎么12月降雪？我们那边热得要死怎么办？其实我们把外在的景色都设定在那边，那有时候那些商业的目的反而把信仰、把这个拯救的要素把它稀释掉了。所以基督徒反倒是不是完全的抗拒的，而是说，看到哇，那个百货公司那一棵圣诞树要好几百万那个灯光不得了，你反而要想是说，我是为了这个圣诞树来的吗？我是为了这个圣诞老公来的吗？还是我是为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来的？那反倒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嘛，而不是说我们就热闹庆祝就过了，那很疲累很忙忙完了没什么。基督教的元素、信仰的元素真的是要被很大很大的提醒那节期被这些商业化偏离主旨了，我们反倒要回来思考。弟兄姐妹，我们在代降节期，其实它不是一下子就马上耶稣的教会成立以后，大家就马上把这个节期弄得好好。其实它是从初代教会慢慢演进到13世纪，已经是到中世纪的时候，才慢慢确定说有4个礼拜的这个代降节期。那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知道耶稣降生了，那你期待什么？明明已经成为实现的议题了，所以这一个传承有2个不同的面向就是代降节有2个不同的传承。反倒有些教会他们不只强调迎接圣诞节它是迎接强调第2个。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重视预备，因为有前面的期待主耶稣的降生，那现代的人就更应该用预备主再来，所以强调禁食悔改作为节期活动的中心。那第2个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大家比较轻松嘛期待、等待、欢迎重视、庆贺、欢喜来迎接圣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耶稣还没降生前，有谁在等待？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在等待但是真正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他们并没有去把它迎接到这一个降生。
说那个期待可能变成空幻的。如果从我们的圣经的故事里面讲，我们看到说那个东方的博士反倒是真的很认真期待，而且他还长途跋涉，骑骆驼，还带了礼物，对不对？要来迎接。那在旷野牧羊的牧羊人，他们可能心中也在期待，但是不知道这个期待已经实现了，要天使给他们报佳音才知道。好了，刚开始的圣诞节这个期待其实是不明显的，但是现在的基督徒，既然主的降生已经实现，我们更去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强调说，这4个主日，不只是前面我们讲那些充满了盼望、预备、信心，我们反而是有些教会他们会改来做纪念。这4个主日是比较严肃的。第一个，纪念主的道成肉身，就是主的降生，没错。第二个，纪念主的死。第三个是纪念耶路撒冷的毁坏。上帝的救恩来了，耶稣的天国的福音传扬了，但世人抵抗啊，世人背叛啊，世人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耶路撒冷的毁坏代表人类的罪还留在那一个跟神的救恩对抗的那个地步。那第4个主日是在纪念耶稣基督即将再来，也带来审判。但是我们如果从我们自己现在教会界的理解台湾的教会还是比较习惯代降节，就是大家热闹准备啦，各样圣歌队准备练歌啦，要参加表演的表演各样的节目啦以前那个圣诞节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受重视的，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娱乐，感觉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些戏剧啦、表演也是团结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这些都是预备的一种，但是我们会把这个代降节期应该有的悔罪、跟预备、跟省思自己的信仰，我们会把它挪到哪里？挪到这个受难周前的大斋节。那我们教会其实也蛮平衡的除了我们有在按照常规大家一起热情准备圣诞节，其实我们教会有2个禁食的传统。第一个是在受难日前40天，我们就按照一般的大斋节40天来做预备。那很多人签名参与这个连锁祷告。那我们在举行推动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也想说，在迎接圣诞节的一个欢庆洗礼，我们能够在代降节前21天举行21天的连锁祷告。那这些都是一种蛮好的平衡。我们一方面欢庆主的降生，一方面也审视自己，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主耶稣再来？东方的博士预备好主的降生，但我们现在每一位都要学习博士的精神，我们预备好主耶稣要再来。就像10个童女，她们也预备好要迎接新郎的来到。代降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最重要的信息的核心，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从神成为人。所以教会信徒深思思考主耶稣再来的目的，在这个时段就有灵修明白圣经一切的教训，耶稣的教训。那信徒是自己以悔改的心来反省自己是否符合神的旨意。那这个迎接主降生是最好的一个个人，特别是个人属灵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等待耶稣的再临。换句话说，另外一个面向，主降生已经实现了，我们另外一个代降就是主降临，主的再临。代降节在信仰中的主要元素，我们应该反倒是更着重于主的降临，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处在耶稣升天前的应许，他要再来这个应许。如果代降他有讲，我们还在等，就是这个等。这个等是像耶稣所说的，夜间盗贼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
我们预备好，但是也不像一些比较属于危言耸听的哈。我们是台湾，不是很多人预言什么1995闰8月啦，什么一些大堆，外国也这样哦。有人宣告说什么时候末日要到了，不是那种恐吓性的，而是一种当主耶稣来更新万物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我是被更新的一部分，我是被接纳的一部分，我是被迎接到云上跟主见面的时候，是这样的心境，你会觉得很坦然，因为什么时候来我都预备好。所以有的人又会用现代科学的进步核子弹的发展，或是全世界那个毁灭性的武器一来什么时候要发生，那种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主会用他最好的方式，让预备好的人来迎接他的再来。弟兄姐妹，代降节在信仰的元素，主要是着重在再临，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这个再临，我们是开始检视自己预备好，所以5支蜡烛，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迎接主降生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把这5支蜡烛的，这个意义转变得更严肃一点，盼望、悔罪、任性、接纳，还有跟神重新立约这个新的节奏，所以2个都成为装备的一部分。我们等于复习那个耶稣降生的期待，一方面是我们已经有信仰的基督徒，有信心的基督徒，领受救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预备好耶稣的再来，这个也是代降的一部分。借着代降节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那圣诞节期的活动就不再只是预备热闹庆祝的圣诞节，而是反省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的再临哈。所以，我们期待代降节是回顾主耶稣的降生，重新跟上帝立约，而且不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而且充满着未来，迎接他的再来。感谢主，我们不只是带来透过这个节期迎接新的挑战，而且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随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要来迎接他。弟兄姐妹，今年是我们教会的49周年，其实我们也在迎接，也在等待主给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的祝福。所以我们也一起借由这个代降节，已经要跨年了，准备迎接50喜年的盼望。代降节是盼望应许的节期，迎接50喜年的盼望，我们期待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我们再一次确信我们从神得来的拯救的应许。这拯救应许我们已经掌握住了，我们已经领受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拯救的应许、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恩典，也能够向世人传扬。这是一个蒙福的福音。我想这个更应该是我们庆祝圣诞节、庆祝代降节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鼓励我们各小组、我们的各单位，我们一起来办类似圣诞茶会啦、感恩节茶会或是餐会，为的是要借着这个机会，一个叫软性的活动，把福音传扬给这一群我们所认识的，或是我们所钟爱的亲人、儿女，或是我们的家人，还有包括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弟兄姐妹，迎接50喜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把迎接主耶稣再临的一种能量，运用到我们在明年50喜年的这个情境当中。所以，今年是我们富强的等候安息年，49年嘛，是安息年。那我们在彼此警醒，他要再来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用盼望、悔罪、任性、接纳跟重新立约。我们一起用这个很严谨的、很用心的去装备门徒，去邀请弟兄姐妹在属灵、在灵修、在服事、在传福音、在门徒的一个训练上更加的成长，让这个成为我们50喜年迎接主耶稣
恩典的一个记号。我们能够更加的努力去建造教会，尽全力来宣扬神的福音。愿50禧年也是我们待降节的一个延伸，神的恩典持续。所以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们要举行一个跨年的祷告会，把49年的安息年跟50禧年的恩典把它串接在一起。我们一起期待，也预备好，要一起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信仰告白的时间那牧师要做一个祷告。